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进前在做桃园市长的时阵，可能是受人诬洗，这查到1200万交保了后，检方搁再提出控告。高等法院昨案呢是撤销原裁定，发回桃园地方法院经裁。今仔日是第3届召开羁押庭，经过4点钟的法庭审问，最后是裁定郑文灿羁押禁见。民进党廉政会主委区俊干就表示，对明仔载开始，郑文灿停权3年。提前15分钟，3摆出现桃园地院，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面色沉重，无讲话，因为涉嫌伫桃园市长店内收钱一案，个人认为关心地院疏忽郑文灿的实质影响力，互检方第2摆控告成功，搁开羁押庭。经过超过4点钟的庭讯，最后地院经裁，郑文灿羁押禁见。局长，今天会担心被羁押吗？有信心可以再获得交保吗？司法侦办的同时，民众党团总调吴国昌提出相关公文指控，目前防羁押的台塑集团前顾问廖俊祥涉嫌诬洗郑文灿了后，更加直接找总统府陈情，一路交办予行政院经济部、内政部，要将农地划入国家重大经济建设。总统府那边下条子，行政院那时候的秘书长卓荣泰也下条子，这一种从地方到中央一条龙的服务。帮特定的权贵变更地目这件事情，绝对不是郑文灿一个人就可以独立完成的。对此，总统府发声明宣布，指出各界所提的建言，总统府已定数函转予相关单位已经真侪年，无任何不法。佮表示，若有任何违法事情，欢迎提出证据交予司法检办。行政院也回击，对看文公告书的无函局感觉不体甲遗憾。华雅案从民国102年当时送到内政部都委会的时候，我查阅了所有的会议记录，从来没有同意过也就是说从来没有共识过。具体的个案，任何人在这个时候发表评论都是不适当的。检察官办案一定是看当时的证据能不能构成这个犯罪。绝对不是任何政治力或什么可以干预的。外界也观察，郑文灿一案，捌伫现任北检检察长王俊立担任桃检检察长期间2摆签结，经过7年，法务部处长徐世淑中了，检察官依法办案，未受到政治干预，证据到倒位就查到倒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